好，啊，即摆咱就开始要讲深色的台语无？台语啦，讲了袂免当有啥物效果？哦，即摆为这个方向来讲，第一，医生甲患者沟通不良啦。安怎讲呢？一个病啊去，互西施看，啊西施就甲讲吼，哦，啊，你即摆三顿食饱吼，啊食我这药啊吼，啊食饱3粒哦，哦，啊这病哦，啊我知影，啊你转去吼，爱多好势啦吼，吼，按时间咧食，哦，啊这病就转去啊吼，啊就。有影，按时你食咧，吼，按时阵食，吼，结果咧，伊佫互送去急诊，啊怎讲？人医生甲交代讲是食饱3粒，食饱食3粒啦。伊是听做讲食饱3粒，哇！啊，所有药啊拢甲食入去，当作是爱佫送急诊嘛，吼，迄个药量伤济无？啊，人叫伊倒好势，伊讲哦，爱倒好势，啊，伊就倒好势啊，哦。啊，这个，哦，过来，迄个护理系，这名仔读做护理系，护理系，迄个一个一个较自浅的这个护士无，啊，袂晓讲台语，啊，一个病啊，互送急诊，伊讲病啊，你安心啦，等下我咧吼，护理系的。护士长会来吼，哦，伊条护我死，吼，啊伊吼，你免紧张啦，伊会互你勇气去试的啦。他是伊本来是讲，他会给你氧气去试啦，哦，啊，然后人会送你去观察室啦，哦，伊听着讲，哇，啊来安尼，吼，袂好，吼，啊伊就大紧张啊，啊，这个沟通不良无，吼，啊，一个病啊，去西施看，可能骨头有问题，伊就人叫伊去照 X 光无，照电光啦 ，X 光咱台语叫做电光，啊照电光的是，人个小姐讲，病啊哦，徛好哦，1、2、3，走，哦，伊就甲走去啊啦，用病啊你来走去，你跑掉啦，哎呀，你就叫我走，我就甲走去无，人伊是要讲，真2、3，我才要甲你翕啊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啦，沟通不良，就这笑话开始哈，会发生。